日本人和狗不得靠近，呢種禁止日本人同狗嘅車牌最近喺內地出現，有商店仲掛出呢種招牌，同喺門外貼出抵制日貨嘅大字。喺釣魚台捕魚嘅福建漁船同船長上星期二起俾日本扣押至今，引起內地民眾強烈反日，仲有網民號召日資公司員工罷工。有自稱係河南嘅網民發帖話，準備近日到北京向日本大使館送40隻雞蛋。兩岸三地民間保釣行動亦展開，但原定尋晚搭船出海前往釣魚台宣示主權嘅內地民間保釣組織，因為北京當局模棱兩可，令保釣行動流產。不過中央亦強硬表態，國務委員戴秉國尋日凌晨緊急召見日本駐華大使，鄭重表明中國嚴正立場，敦促日方即刻放人放船。但日方重申，中國漁船違反作業同妨礙執行公務，日本根據國內法作出嚴肅處理嘅立場冇變，仲呼籲中方要由兩國戰略互惠關係角度出發，冷靜應對。